家見到啊，鏡頭中間嗰部咧就係琴日啱先翻到嘅，啱到香港嘅 Eversolo T10 純轉盤。咁啊，下面嗰部咧就係佢嘅好兄弟啊 2Z10 解碼嘅。咁我擺埋部 T8 啊喺上面嘅意思就係大家見到啦吓，T10 同埋 2Z10 咧就凹陷嘅吓，即係 fit size 嘅。咁啊，反而上面嘅 T8 當然咧就比較細小咗啲。咁點解 T10 嘅體積會比 T8 大吓，亦都係比 T8 高級咧？係因為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就係 T10 同埋 2Z10 咧一樣都可以外接如中嘅，仲可以選擇50盎啊定係75盎添。咁啱晒喜歡玩外接中嘅高級專業級嘅發燒友啦。咁 T10 前面面板呢個 touchscreen 咧係非常之大嘅，有成8.6寸，咁所有嘢好清楚啦。雖然有好多功能，但係咧嗰啲選擇咧都係一目了然嘅。好，一樣都有 CD player 同 CD ripper 啦，即係你外置一個 USB 嘅CD-ROM， 你就可以聽 CD 同埋 rip CD 啦。咁 rip 咗 CD 咧，第一你可以擺喺佢內置嘅 memory 嗰度，佢有64GB嘅。你亦都可以喺底部咧加插呢個 SSD 嘅。咁我現在咧就用呢個 I2S 嘅 cable 咧就連接住 T10 同埋 2Z10。咁我都開一開聲先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。咁其實咧，我就係將嗰個 2Z10就連接咗隔離呢一部日本製造嘅 Trio-D Evolution KT88 嘅膽機，咁再去呢個 Best Wolf 嘅35仔嘅，咁尤其即係啲數碼嘢串流嘢咁樣，加埋膽機同埋35仔咧，咁暖聲啲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播出嚟咧都幾有驚喜噶。